你係咪依賴出糧生活嘅其中一個？你願意俾自己嘅人生多一份選擇嗎？有新聞報導指，香港人平均月薪大概3萬幾，但係你知我知大家都知，好多打工仔就算再勤力都好，都未必賺到呢個數。大家都好似係中產，但實際上唔敢請假，唔敢辭職，連病都要諗清楚。通脹物價大幅上升，人工就算有得加，但都遠遠追唔上。以前每日一咖啡，依家都要停一停，諗一諗。想擺脫呢種生活，唔一定只能靠運氣。投資英國 Supported Living House， 英國政府背後大力推動，買屋收租，客源穩定，質素有保證。最緊要係專人管理，自己唔使操心。市場罕見一簽25年租約，回報穩定，實在。被動收入唔一定係有錢人先有資格。你願唔願意轉個彎，選擇一條穩陣嘅財富之路？遷居獨家 Supported Living House， 揾我哋傾下。